computer。我顶回和大家伫 Clubhouse 和大家开讲讲迄个现在迄个电影吼，毕竟城市我无录啊，希望你先就录起来，因为我发觉我讲甲实在是哩哩啦啦，出歹势。哎呀，Yeah， OK， 所以无甲你推荐。好。我明仔载要来和人开讲迄个西川湾的迄个小说啦。小说哦，你要开讲多几本，也是 general 的小说拢讲。无啦，无敢若讲一篇叫做《灵脉记》、《龙脉记》。你讲迄当阵迄个老兵团，迄个开迄个西球岭迄个隧道，西球岭的坑。迄个西川漫有甲写一篇小说，当然伊主要是讲迄个工程师是德国的工程师和即个清国的迄个官兵去冲突，因为风水的关系。小说讲者嘿。哦。要紧啊，录了有好听，我再随节互你听。录了歹。多谢。OK， 咱开始好新的一段。好，故若是照将来托，将来托地理师按路径决定方向。地理师了解迄个按路径是啥物？路径呢，其实就是罗盘。了解。好，这个我来记一个。你来查一个吼，查一个路径。有印象，迄个汉字是安怎写的？汉字我都唔知。路径还是路径啦？吼，我看这 Q 口差。安尼讲路径差吼。拢无。路径拢无。可能。有可能这是白 Q 口，我来看卖，用路来看卖。台字典是收路径 KENG 迄个音。路径。就想讲这个词应该爱有才对。等一下哦，我来记一个。路径，你有看到吼？有啊，看。对。我虽然是路径啦，我是毋捌听过路径是毋捌听路径啦。还有反正是无共所在 Q 口迄个按路径，迄个按，好。按就是当然嘛是，就是毋是怎来讲，就是无可能是安装嘛，其实是安放安设安尼。为什么是安放安设迄个路径？我想讲路径是用一个器具用来找倒一个所在要放物件。对啊，就是你路径你手旁的，看刻一个所在放的，代表瞧看你要对一个方向。所以就是安的意思。安放，所以就是等于甲路径，要安怎讲？你使用路径迄个动词要安怎用？好，就是用安哩。好，了解。当然我是袂安尼用。因为我嘛袂安尼用。有这个用法就好，这就就是用伊个动词，伊用这个用法，我感觉最好啊，按路径啊，就是用伊来。按。好。因为你这个路径这个盘，就爱互伊平稳平稳放置嘛，爱安嘛，就是袂当互伊震动嘛。系啊。所以用这个安字就好个啊。是。好。好，来继续讲。按路径决定方向，好，安尼了解。迄款是真错误。
错误，未要起厝的时，第一要紧着经打送的所在哦，是打送的所在。打送的所在，打送是啥物？打送的所在。干燥嗰个打送。哦，好，这个我爱记起来。打送就是干燥，打送。不过伫台湾是，尤其是台北是真歹哦，去经一个打送的所在，尤其是寒天哦，即摆即个哦，拢常常咧落雨，呵呵，迄经打送的所在，着看四围的所在，决定方向，爱互日照，爱互日照会着，安尼写听了敢对？爱互日照会着，爱互日照会着，风通会到，所以虫啊着风啊，风通会到，风通会到，好，通爱变调，风通会到，好，日照会着，风通会到，布道啊，安尼较好听啦吼。嘿，是。日照会着，风通会到，安尼。日照会着，风通会到，后一个是好，所以虫啊着开较济、较大诶，较大诶，厝诶周围，若是有地什么地场，地场通栽地场通栽树木、花草啊，树木、花草是真好。哈，迄个地场是厝诶啥物？周围若是有地场通栽，地场。对啊，地场是种地哦，啊，毋是，歹势，是地场，场场。啥者我毋捌，在咧讲啥？但是用台语吹，伊讲地场就是所在，抢地意思。啊，毋过看起来意思无较符合即个所在诶讲法。地场，有点无想。地场。对啊，要是第二点是收白腔白音，看觅地。周围若是有地场。地。点，对无？真歹理解。周场围若是周围若是有地场，场就敢若高一个无别的场啊咧。对啊，无别的意思啊，真奇怪。场就是敢若即个场尔。系啊，我看觅。第二点有收啦。哦。地场啦，第二点是。是收对即个音。哦，原来是即个意思。原来是即个。伊嘛是讲是一个算一个地点。场所安尼，场所安尼尔。嘿，场所。好。地场。地场巴属。嘿。地场。
哎呀，把手嘛是就是迄个地点场所的意思。好，所以讲为什么讲厝的周围有所在有场所？什么款的场所？若是有地场通栽通栽树树也是花草，这是连做伙的是，即个栽敢是即句的意思，敢是讲通，若是周围有树木、花草真好的地场，敢是即个意思？诶，我毋知。等下我知影即个栽字是毋做动词的，哦，栽敢是就是种栽种，嘿，栽种，嘿，对，应该就是是，安尼就讲会栽花，通啊，嘿，嘿，通栽树木的地场，好，是，安尼就讲会嘿，通。嘿，若是周围若是有地场，通栽，所以讲自己就要变变调，调，嘿，通栽通树，栽树木、花草。草是真好，树木、花草是真好，因为树木的叶，树木的叶嘿，会洗清人对鼻孔的湿的空气。是，好，安尼了解意思。嘿，好，那么来读一遍这段。好。毋过，若是照将来托地理师安路径决定方向，迄款是真错误。要起厝的时，第一要紧着经打送的所在，着看四围的所在决定方向。爱互日照会着风通会到，所以窗仔着开较济较大的。厝的周围若是有地场通栽树木、花草是真好，因为树木的叶会洗清人对鼻孔结束的空气。好，继续吼，厝内。佮加摕一罐水，先来哈，快些哈，一罐水。伫外口两三点钟，你徛物件拢无啉水，大家。不要紧，你豆豆来。啉水真重要，爱加啉，加啉。哦，好来继续。好，一段好。厝内的物件，若是愈好，咱的厝内常常有无路用的米顶到满，实在是真顶地，真无好看。真顶真顶地哦，顶地，原来是第三声，真顶地，顶地真无好看。好，所费行了伤重，做袂到。若所费行了伤重，做袂到。若要毋是厝内拢总铺地板，逐日用水流洗，互伊清气。安尼了解。伫外面所穿的遐个木架，拢莫伫穿起来顶面。迄个穿，迄个动词穿敢是话啊高调，嘿，穿
所穿嘿，穿袜啊，穿擦架啦，穿目架。哦，穿的袜啊意思。哦，了解了解，就是穿伫外口的，就卖伫厝内穿安尼穿。意思是讲，你莫甲目架穿去，踏伫个地板顶面。哦，了解。等下我看卖，所穿的遐的目迄个遐是啥物遐？穿的遐。应该是遐讲的遐啦，吼。遐讲，哦，好，我记个我记起来，我毋知影遐讲是靴子遐。阮较早讲遐讲，就是讲雨鞋啦，吼。当然，你若要较汉语，就是血管，吼。是。遐讲，好，遐讲，了解。当然，因为我受较早迄个，迄个约制条，就是讲了遐讲，就是用了雨靴，所有的遐拢，所有的靴拢叫做遐啦。敢若伫台湾较少人穿，毋过伫美国就较侪人会穿遐。遐，都较袂晓安尼讲，较无人安尼穿。好，等者我看卖头前台所以讲所以头前迄句话就是伫头前迄页132页，最后迄抓所费行了伤重，做袂到。这句话为什么会常常出现伫遮？这句话我伊主要是讲了伤早啦。伊讲若袂毋是，意思讲你若做会到，厝内隆重铺地板。哦，了解。你若开起，你就甲厝内地板拢甲铺起来，莫涂骹垃圾安尼啦。了解。安尼就理解啊。若买迄个若买毋是啥物意思？若买毋是，敢是连起来敢各地的用法。头前是讲行了伤贵，你负担袂起嘛。你若后壁是讲你若负担袂起，毋是安尼，负担会起的意思。伊是用一句讲，若要毋是，伊毋是讲你若负担会起，伊讲若要毋是，就是意思讲你若毋是负担袂起，就来安尼讲。我话毋是负担袂起。好，安尼了解意思。好，继续。拄则读到133页顶悬遐。好，目架拢莫伫穿起来特别，安尼厝内就会真清气。对，大细的确会较少病痛。了解意思。将即部为着病痛的药钱减做工做工的损失。了解。拍算就已经足额，会通做整顿厝内的费用。了解意思。好，搁一项厝顶的架架目的铺开，架架了解厝顶的架架毋过铺开架架厝顶的架架，咁就是讲就是 four corners of the roof 这款意思。目的铺开，互土沙会通射落来。厝顶的架架是你讲啥？我都无介清楚呢。架架若是照里面，咁就是讲四架位厝顶的四架，咁是这个意思。
角啊。我感觉无一定。哦，厝顶的角啊，角啊啦，我爱读做角啊，厝顶的角啊，角啊。落地铺开，因为我看无啥物叫做铺开。嘿啊，我嘛毋知铺开。互土沙会通射落来。若拢用帮铺互捌，就真合理想。亲像内地人甲外国人的厝，挂迄款天棚。若是对咱的厝的起法讲，我想是无必要。讲规这规段拢咧讲厝顶的角啊。这含厝顶的角啊，无得铺开。咱来找一下角啊到底有啥物意思？好。角料我是知啦，角啊。起厝的水木，等下吼，叫做角啊。第二点有修吼。好。水木。起厝的水木。角啊，水木。伊迄个中文翻木是啥物？我都无看。嘿，水木我嘛毋知影是啥物意思。水木。栋梁。塔鲁起诶，日语真正叫做塔鲁起。塔鲁起，嘿，是汉字嘛是共款诶。塔鲁起。栋梁迄款诶。因为看就是变做是迄个。我本来想要去拍弹簧，拍弹簧诶角啊，结果毋是徛伫咧。塔鲁起。rafter。A rafter is one of a series of sloped structural members, beams, that extend from the ridge or hip to the wall plate. 你解释一下。你有看到我写的画面？有。看起来就是伊个，若是华语，若照华语讲，就是栋梁迄款的意思。这个就是 rafter。rafter， 嘿。嘿。有看到迄个图，嘛是感觉算是清楚。嘿。是。所以就是迄个。我是讲迄个角度，伊即个所在讲的是迄个 rafter， 迄款木的角度，就是角度嘛，就是迄个屋顶无，迄个三角形的，亲像三角形。若是铺的伤开，就遮蔽层的迄个效果都无介好，敢是即个意思？意思就是你这角啊，莫加紧过去啊，莫无伤开嘛，莫先在无伤开。嘿啊嘿，对，我就是即个意思。嘿啊，莫偏早就写嘿。所以角啊，毋通铺开，互土沙会通射落来嘿，安尼就会使较会当理解意思。吼，若拢用帮铺互捌，就真合理想。吼，就是爱铺捌，较捌就袂有土沙入来。吼，真合理想。无，伊这毋是。嘿，伊这是意思讲，意思讲，那敢若天棚安尼啦。天棚，嘿，是。就是。就是。若用帮铺互捌。嘿。
较早阮大诶厝吼，嘿，这是用迄个原木吼 ，raft 是用原木，嘿，一支一支吼。啊，你若住伫厝诶，啊，阮是无即个环关啦，无即个横梁吼，就干那即个安尼尔吼。啊，你若住伫厝内底，你抬头看是看会着，逐支即个横木拢看会着吼，毋是横木，即个逐支即 raft 拢看会着。嘿是。吼，啊，伊意思是讲用房仔甲铺起来，就是莫看现现就对啦，莫看现现。哦，了解。甲包铺起来，那敢若就是外国人诶 ceiling 嘛，外国人诶迄个天棚。爱有迄片天，天棚敢是讲迄片天棚才好。伊意思就是爱有天棚啦，啊，当然天棚就要用即个 ceiling， 即个叫啥？伊叫做啥 ？ceiling boards， 吼，就要用即个环关即个境界才会当铺即个天棚嘛。是。所以伊诶意思是讲，角仔无得铺开吼，啊，若个用板铺互捌，嘿，就更较好。哦，是做天棚就更较好啦，莫看现现啦，上好去做天棚啦。我做迄片天棚，好，互帮好，用帮铺互捌就真合理想，好，亲像内地人甲外国人诶厝挂迄款天棚，好，了解。所以讲天棚是用挂即个动词，挂迄款天棚。若是对咱诶厝诶起发讲，我想是无必要。若是对咱诶厝诶起发讲，我想是无必要。伊即马这意思啥？头前讲安尼上好，还佫讲无必要。OK， 好，我无理解伊伫出讲啥。你敢看哦？伊伫讲啥？我咧思考。就真合理想。挂迄款天棚，是讲天棚应该就是 ceiling 的意思吼。哦，天棚，较早阮讲天棚就是 ceiling，就是花语的天花板。对，花语的天花板，对。就是英语的 ceiling 迄款。对。为什么天棚是用挂即个动词？因为挂感觉就是亲像迄个挂，就是外加的迄个意思。挂天棚。用即个动词，我是袂感觉讲无好啦，就是讲。好，应该安尼讲。伊用了就好啦，我来用，我无法度用即个遮尔好即个。好。你看ceiling吼，就是即片叫做天棚。是。啊，挂天棚就是把它挂上去嘛，就是安尼。所以讲伊诶，若是照伊最后迄句诶意思，咁就是讲迄个伊感觉即片天棚 ceiling 是无必要诶。若是照伊后壁上尾迄句来讲，我想是无必要。伊头前讲安尼较理想，后壁讲无必要，我嘛毋知伊啥意思。讲诶用，若拢用房仔铺互捌，就真合理想。所以讲伊讲合理想诶是用迄个房仔甲伊铺互捌，就安尼就好。伊头前甲后壁，我感觉矛盾啦吼。头前讲真好，后壁讲无必要，我就无理解吼。啊，即个捌字吼，袂使头前捌啊，头前捌啊。捌是捌，好捌。共含即个合，合，合，合捌才对吼。捌，好AP 是吼。好好啦，我就感觉迄头前迄句讲诶，应该毋是天棚，伊讲诶是迄个，要哪讲？迄个新诶厝。
嘎嘎爱铺好白的是嘎嘎，毋是天棚。厝顶的嘎嘎爱铺好，用板啊铺好白，铺好白。嘎嘎，铺好白，系啊，嘎嘎就是讲嘎嘎，嘎嘎就爱去用板啊铺好白，嘿嘿嘿，甲封起来啦，莫看现现就对啦。嘿嘿嘿嘿，所以讲伊的意思就是讲，伊感觉嘎嘎都有够啊，无必要搁用天棚。所以讲，若是爱照迄个古早台湾迄款的厝，就是拢有迄个天棚，大部分拢是斜迄款三角的迄个嘎嘎，敢是即个意思？就迄个，嘿，就亲像你的组，敢若只有 rafter 尔，无 ceiling。就是讲 rafter 佮用板啊封起来，即只甲封起来，莫看。嘿嘿嘿，对，嘿，封起莫互土刷，敢是土刷，还莫互土刷入来。伊是感觉为台湾的厝用 rafter 就有够啊，伊个感觉 ceiling 天棚是无必要，因为日本人甲外国人拢有 ceiling。我感觉伊安尼讲就无，系啊，毋过若是对照迄个台湾古早厝，敢若就是像什么林家花园，伊是拢百万年前的人。为什么我讲就无尝试？你知？你要铺这板啊，吼，你铺遮，铺遮绝对比铺即只较理想。第一点，你铺安尼较少，用的料较少嘛。系啊。你若要铺安尼，就要2平方较贵，较侪。系啊。你安尼干那铺安尼。第二点是你顶到即个空间吼。系啊，嘛是会做一个 attic 对无？咱无一定讲 attic，就是讲你安尼放起来就较袂遐热，因为即只就热。即烧气的下来就热。你干那封条的，就是较袂遐热安尼。系啊，毋过就是有可能是迄个时代的人就，迄个时代的人无即个概念嘛。像我顶几啊月前有讲，甲朋友去迄个台中的林家花园、林家厝，去参观。伊厝系啊，较旧时的厝，大厝拢是较呢，无迄个天棚，拢是迄个。对。你有抬头看，你有看到即 rafter 无？系啊，有啊，就是 rafter，搁有迄个要怎讲雕塑装饰 decoration 迄款的。rafters 顶头搁有 decoration 就是栋梁迄款的。雕梁画栋安尼。对。呀，就是因会讲这是啥物闽南建筑，也是迄款的。rafter 照例是沉重的吼，搁吸物件，敢若其实是无介好。你若讲毋是沉重的所在，会使吸，我感觉是 OK。系啊。好，好，我来甲读一遍哈。厝内的物件若是如少如好，咱的厝内常常有无路用的物顶到满满，实在是真顶地，真无好看。所费惊了伤重，做袂到。若要毋是厝内拢总铺地板，逐日用水就洗，互伊清气。伫外面所穿的遐个目夹，拢莫伫穿起来顶面，安尼厝内就会真清气。大细的确会较少白疼。将即部为着白疼的药钱，甲减做工的损失，拍算就已经足额，会通做整顿厝内的费用。搁一项，厝顶的角仔无得铺开，互土沙会通洗落来。若拢用板铺好捌，就真合理想。亲像内地人甲外国人的厝
挂迄款天棚，所以我感觉伊讲的是挂天棚啊。我感觉这句话是甲后壁迄句是连做伙啊。那是像外国内地人甲外国人安尼挂天棚，对咱的厝是无必要。感觉伊即句话意思是安尼，甲后壁连做伙来看。OK，因为伊遮分开，我就想讲是毋是头前安尼啦吼。不管吼，伫就是讲，连对后壁是看会较正常啦吼，看较正常，就是迄语法较袂讲矛盾，头前矛盾嘛，头前后壁矛盾。嘿。但是怪怪，就是讲，那我所以伊哪有人安尼想吼？有人捌想，就算我伫遮，我美国即厝嘛是相款啊，迄 rafter 拢看诶，无放起来啊，足奇怪啊！无人咧放即个角仔诶，我是从咱捌看过啊。我较早伫庄骹看诶厝，无人咧放角仔，有挂天棚。放角仔是啥物？放角仔。放角仔就是甲角仔放起来啊，就是即嘛讲哦，甲角仔放起来。我感觉莫名其妙，你放角仔要创啥？无人咧放角仔，我从咱捌看。哦，挂天棚是定看着，嘿，放角仔绝对毋捌看过。系啊，我毋知影，伊有伊诶概念。若是对咱诶厝会启发讲，我想是无必要。系啊，对无？无必要放角啊，绝对无可能讲无必要挂天棚，我电脑定来看着，就是古早厝挂天棚嘛是做，嘿嘿，因为头挂天棚较袂伤热嘛，嘿嘿，所以我看无伊咧讲啊。好 ，OK， 咱继续读咧。好，后一段吼，好，咱有爱踮厝内饲精细诶习惯。好，现时加饲曲较无，加饲好，加饲感觉是 pet 诶意思，毋是加饲家畜。毋是，加饲，好，应该是讲即马会住伫街仔路诶即种诶，都无可能伫厝内咧饲精生啦。是鸡饲，了解。对。好，起来话鸡饲。是因为若是伫庄骹就较有迄个饲鸡啊、饲迄款诶。好，现时猪啦，饲鸡啊，对，感觉饲鸡较济，有鸡卵通食。拢有啊，就是拢有吼。甲安尼讲啊，就是较早饲即寡精生，拢是有搭一个寮啊。嘿，伊讲厝内其实含你大诶厝，可能是无一定会连做伙来分开啦。嘿，但是就是搭一间寮啊，饲即个饲鸡、饲鸭、饲猪安尼啦。嘿，是了解。好，来看即句，现时加饲曲较无，在庄社是真侪人有饲。好，了解意思。好，论饲精细是一项大事业，是真要紧，总是着毋通爱买互精细肥，地到互人互人散，才会用得。若是伫厝的定头定尾，另外设一所在饲一所在饲是真好，毋过照所看见是放甲人咧咱的较大部分。好，安尼了解意思。因为安尼
定定你，也那是读轻声吼，定你的涂骹都免讲，就是听你内面也是不时有加加啊是滴，也是滴样伫咧蓝沾连无清气，会使想到迄个画面吼，迄个情况。当这个身骹真正是鬼嘿啊，啊，嘿嘿四过走呢，厝嘛，可能行入厝内底啊，嘿啊，唔呵呵，使对，啊，毋着真臭，真有迄个气味。对，嘿好，好，来我甲读一遍吼。好，若有爱踮厝内饲精生的咱有爱踮厝内饲精生的习惯。现时家饲却较无，在即庄社是真侪人有饲。论饲精生是一项大事业，是真要紧。总是着毋通爱要互精生肥滴到互人送，才会用得。若是伫厝的定头定尾，另外设一所在饲是真好。毋过照所看去，是放甲人得难的较大部分。因为安尼听你的涂骹都免讲，就是听你内面也是不时有加啊是滴，这个有啥物是？加声嘛，加嘿嘿，是是滴样伫咧南，沾然无清气。好，继续吼，后一段。是。好，也真声，也即个也敢莫变调，也是也分调，也有也有啦吼，也分调，好，也真声内的路呢，即搭迄搭较侪拢是有毋好的味，通激倒人，迄个激倒是什么意思？祈祷，真正是哦。祈祷还是祈祷啦？人哦，对，呵呵，激倒人。激就是刺激的激。呵呵，激的激，我毋知倒一个激吼，应该是拢有可能吼。激，好，无打激的激啊。应该有啊，刺激。讲打激，敢是第八声？激即个音应该激倒，好。所以就是。感觉若是用迄个刺激的激，嘛是真大一个，嘛是符合即个意思。对，我认为拢有可能啦，毋知对一个同样哦。好，激倒。激倒人是即个意思。应该是刺激的激较多。嘿啊，刺激。嘿啊，之前咱讲到，甲朋友讲到迄个激，即个字啊，就有人讲到就是激，因为刺激，因为布袋戏的关系，就是真济即卖大部分的人拢走音去，拢会讲刺激，其实应该是刺激。对无？我听着，对吼，之前无想过即个代志，毋过安尼听起来嘛是有理。刺激。我无想到讲即个音是毋是毋对呢？我毋知呢。所以讲，若是你爱讲刺激，你也是讲刺激，也是讲刺激。我本来想讲是两个音拢会使吼，我无介清楚。
还是是按教里顶也是树顶的迄个结，迄个音乐结敢若即个尔咧吼 ，OK。的音。啊，毋过因为布袋戏迄个黄俊雄也是黄文潮布袋戏，因拢讲刺曲，紧张，刺曲，所以讲即马大家拢敢若会敢若讲刺曲，拢袂晓讲刺曲，对吗？敢若嘛是真趣味的现象。好，就是当然台语嘛是足侪迄种词无就是大家俗读读着的足侪啦，嘛是有啦。系啊，有时阵嘛无确定是谈着，也走音也是以地方的腔口本地就是安尼。足侪啊，唱歌定啦，唱会着，什么畜牧啦，脚步应该是节步，对吧？还是系啊，讲避免啦，避免哦，是避免，系啊，撇哩就是癖好迄个癖读法。嘿，是，系啊，就这即款的情形。呵呵，啊，但是只是相比避免，啊，你若安读大家佫讲你毋对，啊，但是系啊，其实避才是对的。对啊，好，咁咪来，好，这段继续读，等来迄个，毋好的味通激倒人，好，迄号毋好的味就是有毒气的证据，迄不止会害人的身躯，会互人快破病，咱都无甲伊试验看，在迄所在，因为市政府所趁的钱银，毋知有够贴药啊无？好，安尼理解意思。好，好，来，我甲读一遍吼。也装下来的路呢，即搭迄搭，较侪拢是有毋好的味，通激到人。迄号毋好的味，就是有毒气的证据。迄不止会害人的身躯，会互人快破病。咱都无甲伊试验看。在迄所在，因为市政府所趁的钱银，毋知有够贴药啊无？这就是环保观念嘛，环保观念。系啊，环保系啊，嘛是卫生观念吼。是爱成本爱开钱的。系啊，是。你若毋开即个钱，就是甲即个开迄个药的钱。甲即个会甲你成本外部化就对啦，互大家来做一来承担即个成本安尼啦，较简单人就拢安尼。系啊，好，咁咪继续读后一段。好，后一段好。我若入去装车的时，爱变调吼。我若入去装车的时，定定都是想讲装外的田洋若譬论做日落，应该是头先装外哦，是袂变调好，无变调好。装外的田洋若譬论做日落的天国，日落哦，了解意思，日落的天国。真来就是艰苦的地狱，遮尔严重，因为田洋规片拢是青零，田头田尾有活跳跳的水在流，对伫田边吹来的风又凉
又芳，油啊尾，和风吹淡嘞，吹淡嘞，夜嘞，一种一种，一种亲像咧，亲像烈的水咧液。好，后壁即句，一种亲像迄个烈的水咧液是啥物意思？烈油啊尾，互风吹淡嘞，热嘞，这个热嘞什么意思？热嘞一种亲像热的水在液。嘿啊，真侪无了解意思诶。即个叶敢是叶头的意思？叶头叶起来。哦，淡落个压起来安尼啦。就是嘿，你讲迄个油啊的动作。后壁一种亲像热个水咧液，我着看无啊。嘿啊，完全无了解意思。热的水，什么叫做热的水？嘿啊。LEK 8声。热的水。哦，青色的水啦。哦。绿色的绿色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绿。好。嘿嘿，亲像水咧液安尼啦吼。哦。伊讲液是啥物？水咧液的迄个液。一般液是讲溢出来满溢迄个液。好。嘿。了解。液，亲像水咧液出来。好，我来看记录。亲像迄个一种，迄个种是，敢是讲猪啊的用词种？亲像即个状况，一个状况。对，即个状，即个形状啦吼。综合，是即个形。是讲一状，我就感觉的形状，一个状况。应该是即状吧？为什么叫做即状？较顺吼，若是即个状况，嘿，即种，嘿，即种亲像热的水咧液。好，安尼就了解意思。哦，总算是了解意思啊。迄个蛋，敢就是蛋头，就是头咧咧的意思。是。好。嘿，蛋头、叶头安尼吼，所以头讲丢啊，叶咧、蛋咧、叶咧安尼吼。好，安尼就了解啊。好，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伊咧写这个时，我就想到较早阮做装卡时，我厝边的树啊吼。树，阮拢伫咧树骹歇凉，因为阮厝边就是全拢田嘛吼，迄风对迄个风，安尼对迄个树啊顶面啊吹过来，若敢若影安尼吹过来时，哇，迄风真正是凉的呢。含你伫吹着迄种秋风，完全无共。真正是凉风，真正凉风吹啊！我说讲着我就足怀念的。较早阮热天的时阵，足爱踮咧迄个树仔骹，坐踮咧树仔骹纳凉啊，伫遐食中昼安尼，足凉的，比厝内搁较凉对啦。OK， 好啦，我读一遍。我若入去装车的时，定定就是想讲，装我的草羊，田羊，这个羊是倒一个羊咧？田羊。我之前看过，讲平羊就是平原的意思嘛，吼。田羊嘿。OK， 好，田羊。我想嘛是应该迄个羊尔吼。装我的田羊，若譬如做极乐的天国，装来就是艰苦的地狱，因为田羊规片拢是青冷冷，田头田尾有活跳跳的水在流，
对伫田边吹来风，又凉又芳。稻仔尾，互风吹淡咧，野咧，一桩亲像溺的水滴液。一桩啦，一桩亲像溺的水滴液。是。好，无咱读到遮吼，好130页。是啊，好。134页。好，过来，我来个 stop recording。